父母家救命恩人，从今以后就与自家兄妹一样。女儿靠八戒你公公。决定为金库，在父母妹妹阿姑，姑娘孩无言，早没数，半斤。女儿，今在庭院。
小生罪了，谢你高抬。夫人今天小生有话相问，弟子苦水，先生有话，咱家无妨。今日的只亏家外，现在窗吹谁开会？不是上家不能为，夫人的欲望看起来，这倒是有人家在宾客。就将小弟的婚事配，问夫人是非又是话，一个有理，当时是亲生儿太恰自在，现在。清杯酒瓶来，这配在兵家了位，难道是我就闯入今天是一呀杯？现在李子红呀和你请我来，这倒是将一来也人批菜，弟子夫人一无在查明发作兄与妹，小生才是修竹丹。喜爱小弟为兄妹，王亲夫人在年。王亲先生，你自我言，谁在是？此相多在世人，人家女儿婚事开，许下咱我难人，从此一定难定结。我见这里已经就是去还他，他咋到此我难交代。如今是我女家经营都这样，王先生你领取好名女中才，两件姊妹不人情，一句两言两原来夫人谁小生到此开明啊呗，只不过爸妈将军上不来，小弟无奈留神归，才知常是非礼为，小弟无奈多情为，那是夫人你是无家，难道小弟还能与你领在谁？婚开过，三公三是个穷修人，天生难老不爱呀的。我今在谁见高飞去，无用的金